今日香港打緊風，係咪都喺屋企避風呢？留喺屋企正好可以坐低聽我講下今個星期發生咗咩大事。首先照例要講，今期所有內容純屬個人分析，唔係投資建議。任何投資決定請先諮詢你嘅持牌財務顧問。講起打風，今個星期嘅市場都係風雨交加。三件大事，我快講完，然後重點分享一個現象：硅基通脹與碳基通縮，係我認為理解未來10年財富走向最重要嘅一條線索。第一件事，布倫特原油突破每桶100美元 ，WTI 升到92美元，全星期暴漲近1成。點解會咁？因為美伊衝突急劇升溫，美軍空襲伊朗，伊朗就話一滴石油都唔准過霍爾木茲海峽。霍爾木茲係全球2成石油供應嘅咽喉，一旦封鎖，全球能源供應鏈即刻出事。第二件事，科技7巨頭單日蒸發近8000億美元。Alphabet 宣布今年資本開支超過2000億美元。特斯拉利潤大幅遜預期。費城半導體指數從6月高位跌咗20%，正式進入技術性熊市。市場開始問 AI 投咗咁多錢，回報去咗邊？第三件事，中國 AI 獨角獸月之暗眠計劃以500億美元估值喺香港上市前完成最後一輪融資，但係白宮官員指控佢哋不當使用美國 AI 模型同英偉達晶片。 AI 角力已經係中美博弈嘅新主戰場。好，三件大事講完，依家講今期重點：硅基通脹與碳基通縮。想像一塊搖搖板，一邊係 AI 晶片數據中心，另一邊係普通打工仔、餐廳、零售業。呢塊搖搖板正喺度以驚人嘅速度傾斜，而且係單向嘅。硅基通脹係咩？就係跟 AI 相關嘅一切都喺度瘋狂漲價。四大科技巨頭今年資本開支合計7250億美元，超過瑞士一整年嘅 GDP， 全部砸落去晶片、數據中心、電力、基建。英偉達晶片一直升，美國電費自2019年以嚟已漲咗42%，跟算力相關嘅全部貴晒。碳基通縮係咩？就係依賴人力嘅傳統工作偷偷咁縮緊水。美國6月新增就業只有9.8萬人，遠低於預期，工資增速3.5%，但係通脹率係4.2%，即係話你嘅實際購買力係喺度跌嘅。餐飲、零售、教育呢啲傳統行業需求喺度慢慢萎縮。一句話總結，資本喺度獎勵機器，同時懲罰人類，錢流晒去算力而唔係人力嗰邊。咁我點應對？第一，科技股倉位控制喺30%以內，唔好因為 AI 故事太吸引而壓住過重。第二，持有充足現金及18個月以內到期嘅短存續期債券，年化收益4.5%左右，每半年有現金到期，等待趁低吸納嘅機會。第三，黃金配置5至10%，對沖通脹風險。記住 AI 時代嘅通脹係跟 AI 相關嘅嘢變貴，跟人相關嘅就變平。懂得呢個分裂先至能夠站喺財富增長嗰邊。如果鍾意我呢類短片嘅話，就俾個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下次就唔會錯過新出嘅一周時局啟示。我係 Leo，下周再見。